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这个星期我们要教唱的这首歌是黄飞小姐演唱的《若无爱你要爱谁》。来，首先咱来看这首歌，作词是李嘉修，作曲是陈嘉良。这是一首 D 大调3拍子的歌曲哦。3拍子华尔兹，是的，这是一首华尔兹节奏的歌曲，它的速度呢是1分钟88拍啊。我们来看第一个音 D 大调的哆的哆呢，哆哆哆哆，1 2哆瑞咪咪瑞哆，拉嗦拉哆拉哆瑞，1 2哆瑞咪咪瑞哆，拉嗦拉哆拉哆瑞。会记得阮讲过，想要爱你一世人。会记得阮讲过，想要爱你一世人。哎，会记得啊，这个我们看当然也可以念会记得啊，但是呢，黄飞小姐原创她唱会记得啊，所以我在这里标了一个 A 提醒大家，阮问这个音呢，很多人都会念错哈。哎，虽然我一再的在教室里面这个提醒更正呢，但是呢，还是很多人念错。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问共轨怎么办呢？问你要首先来，我切换到这个画面给大家看。来看到岳云老师的嘴巴了哈，来看一下哈。我们要读问的这个音的时候呢，请你要先准备说一个字呢，就是无所以为什么我用红字标一个无，对不对？先准备这个嘴型是无然后发一个无的音，无问，后面再加上一个问问题的问，问。这才是我们正确的问的说法啊。那如果你呢没有准备这个嘴型或者没有准备那个无没有准备这个问那你念出来就是问你没有前面那个问你念出来就是问，你没有那个所以你念的就是那个我们国语呢问问题的那个问，所以不是正确的问。这个字呢还有一个异曲同工的，就是我，你我他的我，我怎么念呢？也是一样，准备一个无的嘴型，无然后再说无你说一个无之后，后面发一个泥娃娃的娃，如果你没有这个嘴型或没有那个无的音，你念出来的会是哇，那是什么？袜子的袜，泥娃娃的娃，都不是袜都不是袜。所以再总结一下，问跟袜要安怎读？第一嘴型，第二发呜，就是一个英文 G 的音的音，这个才是哇，然后呢，问呢，我们呢，问我问，好，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请要记得，而且要多练习要多练习才能呢念到正确的音好，来，我们回到歌谱来。会记得阮讲过，想要爱你一世人。哆来咪咪嗦嗦啦，嗦咪瑞咪瑞哆瑞，哆瑞咪咪嗦嗦啦，嗦咪瑞咪瑞哆瑞。
因为阮毋是初初接受爱情的人，因为阮毋是初初接受爱情的人。好，来这里呢又要中断跟大家介绍一下呢，会记的啊，这个黄飞唱的是 A 啊 A 啊，不是 did 会记 did 啊，不是哈，他唱的是会记 A。好，阮讲过啊，刚刚介绍了牛这个阮怎么念，对不对？想要爱你，叽圈起来不是闭口音，但是它是促音，就是一个短音呐哈。想要爱你一世人，因为阮又要发一个牛的嘴型牛的音的，对，毋是初初接受爱啊，不是接受爱啊。虽然他写的是接受爱，但是呢，黄飞小姐念的是接受爱啊，是连续剧连续剧的那个续了哈。因为阮毋是初初接受爱情的人，爱情的情哈，有这个附点啊，所以这个 A 就比较短哦哈。因为阮毋是初初接受爱情的人，瑞咪嗦啦嗦啦。咪瑞哆瑞咪哆啦，无共款，这个港呢，虽然不是附点，但是后面还有一拍，而且跨小节线哦，请要注意。瑞咪嗦啦嗦啦，咪瑞哆瑞咪哆啦，阮的心为你梦，你甲别人无共款，无共款。这里还有一拍，还有个半拍哈，还有一个半拍，请要注意。阮的心为你梦，你甲别人无共款，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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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哒哒，来。啦嗦啦哆咪啦嗦瑞，啦哆瑞哆哆，一二停，来，你敢有爱阮啊？阮的心顶头这段呢，阮的心啊，这里有写啊闭口音哈，这是闭口音，请在读完这个字的时候，嘴唇上下嘴唇是合起来是闭口的哈。你啊，来接下去呢，为你忙。你甲别人无共款啊，这边有个半拍啊，拉长半拍。你敢有爱阮啊？敢是闭口音，爱阮啊，记得要发一个 gu 的音哈。阮亲像阮爱你这重，好来。啦嗦啦哆咪啦嗦瑞，啦哆瑞哆哆二三停停，来再来一次来。啦嗦啦哆咪啦嗦瑞，啦哆瑞哆哆。你敢有爱阮，亲像阮爱你这重？停停，嗦啦哆哆啦嗦咪，再来呢就副歌了哈。来，前面就是主歌，来，我们把主歌的最后一句再唱一次。你敢有爱阮，亲像阮爱你这重？啊，这里还有一个哆，这也是加的音哈。来，加的尾音，来，我们把主歌啊连起来唱来。会记你，会记的，阮讲过。想要爱你一世人，因为阮毋是初初接受爱情的人，阮的心为你梦，你甲别人无共款，你敢有爱阮，亲像阮爱你这重？这样主歌就唱完了哈。来，我们再来把它连起来，再唱一次。来，一二，会记的，
阮讲过，想要爱你一世人，因为阮毋是初初接受爱情的人，阮的心为你梦，你甲别人无共款，你敢有爱阮亲像阮爱你这重？停停，嗦啦嗦哆啦嗦咪咪啦嗦咪哆，嗦啦嗦哆啦嗦咪咪啦嗦咪哆。若无爱你要爱谁，敢搁有别人？那无只有半拍，所以速度要快一点点哦。来，1、2，若无爱你要爱谁，敢搁有别人？敢搁有别人啊？敢是闭口音哦。粤语老师用红字标起来，请要注意哦。拉哆瑞咪哆咪嗦，拉哆瑞咪哆咪嗦。哆咪嗦啊，这个咪呢要拉长半拍啊，在这里啊。拉哆瑞咪哆咪嗦，一心一心甘愿，一心对不起，一心一谁来？一心一细心甘愿，一都是促音哈，圈起来虽然不是闭口音，但是是促音。还有的心甘啊，这样的嘛，有一个甘，这拢是闭口音哦，有圈起来哈，提醒大家请要注意。好，从加拿无你来，拿无爱你来。1、2，若无爱你要爱谁，甘搁有别人？一心一细心甘愿。若无爱你要爱谁，甘搁有别人？一心一细心甘愿。若是无你，世间啦哆哆瑞哆啦嗦啦嗦咪哆，啦哆瑞哆啦嗦啦嗦咪哆。啦哆哆瑞哆啦嗦啦嗦咪哆，若是无你世间有啥袂当放？若是无你世间有啥袂当放？若是无你世间有啥袂当放？有啥咪啊？有什么东西不能放呢？啊，放不下的哈。来，再来呢，听半拍。那哆瑞嗦咪哆瑞，无把啊人啊，还是一样，跟刚刚这个甘愿一样，要拉长半拍好啦。那哆瑞嗦咪哆瑞，那哆瑞嗦咪哆瑞，除了爱你无别人，除了爱你无别人，黄飞小姐呢，在唱这个后段的时候呢，声音非常甜美。怎么样？核心一定要 hold 住，把声音挤到轻轻的就好哈，核心 hold 住哈，把你的声音放松在喉咙这边，然后声音呢轻轻的，把你18岁最甜美的声音拿出来唱就对了。来，我们把前面这2行呢连起来唱来，1、2。若无爱你要爱谁，甘搁有别人？一心一细心甘愿。若是无你，世间有啥袂当放？除了爱你无别人。尤其是这除了爱你无别人啊，要拉长半拍而且声音要甜甜的哦。好，再来呢除了若无爱你要爱谁呢又过重复一次啦，嗦啦嗦哆啦嗦咪咪啦嗦咪哆，上面呢也是一样，节奏旋律都一样，但是歌词不一样哈。若无爱你要爱谁，到老拢同款，伊是甘搁有别人伊是到老无同款。来，咱搁一摆来。若无爱你要爱谁，到老拢同款，搁一摆。1、2，若无爱你要爱谁，到老拢同款。拉哆瑞咪哆拉嗦，拉哆瑞咪哆拉哆嗦，拉哆瑞咪哆拉哆拉嗦，拉哆瑞咪哆拉哆拉嗦。用情用心来相送，用情用心来相送。
用情用心来相送，用情用心来相送，用情用心来相送啊！这边呢2个音啊，这里还有一个半拍哦，来，用情用心来相送。好，我们从这里拿无爱你。若无爱你，要爱谁？到老拢同款，用情用心来相送。啦哆哆瑞哆啦嗦咪哆，啦哆哆瑞哆啦嗦咪哆，那风风雨雨只要有你一个人，风风雨雨只要有你一个人。啦哆瑞嗦咪哆瑞，啦哆瑞哆哆，啦哆瑞嗦咪哆瑞，啦哆瑞哆哆哆瑞哆，这里还有拉长半拍才哆啊。搁较艰苦，阮也心甘情愿。然后呢，到这里呢，就也看到反复记号啊。唱到这边第一次就唱完了哈，然后我们要反复哈，等间奏，间奏来了之后呢，再反复来唱哈，来后面这一句呢哈，第2遍哈，第1遍跟第2遍哈都唱到这里，心甘情愿啊，第2遍呢唱到这里，心甘情愿了后，马上搁唱哈，若无爱你要爱谁，就是马上搁唱副歌啦哈，副歌搁一直唱呢，唱到31小节，搁较艰苦阮也心心变成2拍半，这里本来只有1拍半，变成2拍半了。啦哆瑞嗦咪哆瑞2，啦哆瑞哆哆，这个哆呢哈，还要这个看到一个像眼睛一样的符号，这是延长符号哈，就是情愿，这个音要拉长了啊。好，我们来唱最后一句来。搁较艰苦，阮也心甘情愿。第3遍要这样唱哈，来。我们来把前面呢主歌跟副歌连起来哈，我们第1遍唱过了，对不对？我们来唱第2遍，连第3遍，好来，1、2，会记得阮讲过，想要爱你一世人，因为阮不是初初接受爱情的人，阮的心为你梦，你甲别人无同款，你敢有爱阮亲像阮爱你这重？停停，若无爱你要爱谁？敢搁有别人？一生一世心甘愿。若是无你，世间有啥袂当放？除了爱你无别人。若无爱你要爱谁？到老拢同款，用情用心来相送。风雨只要有你一个人，搁较艰苦阮也心甘情愿。若无爱你要爱谁？敢搁有别人？一生一世心甘愿。若是无你，世间有啥袂当放？除了爱你无别人。若无爱你要爱谁？到老拢同款，用情用心来相送。风风雨雨只要有你一个人，搁较艰苦阮也心甘情愿。好，到这边呢这首歌呢就为大家介绍完毕哈，这是黄妃小姐演唱的《若无爱你要爱谁》。真好听哈！欢迎大家来去 YouTube 频道，给岳云爱唱歌这个按赞分享并给我们订阅。好，这首歌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